好囝送好囝，王永庆好囝无？王永庆好囝无？好囝咯，哦，也伊地上无？无啦，伊到地上，啊，所以咱家己爱变变啊。第二，注意奖励互起之手，导致树他发扬光大，不但咱来认真，咱爱勉励咱的同学。 是我咱的同学，咱会当来引导，可以当发扬光大。咱的人生才有价值，咱若无咱的人生无价值。哦，死去两日啊，咱就会得一啊。啊，你若真正有德行留落来，控制是咱的生人为什么咱的生你甲想，也毋是咱的祖公，也毋是咱的什么人，咱真爱把你。 那亲像伊咧传位，咱都有听，是原因，德行啊，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不了解，咱一步画袂出。咱既然画袂出去，就无采咱的德道，无采咱的前言，有咱就互人来食，像恁去，搁食道。我有当时啊咧烧我讲食这肠道，别当落去。 我们面咧烧咧做，你大家吃我分，会不难。我就你讲到前面讲，我做啦，我吃咧吃我袂来啦。哎，简单啦，有啦，这个搞对，会车来是个人才，哦。 但在我你说明记得拿什么怎么来？我比较这个啦，这个拿出来什么怎么来？没有啊。哦，我真的我起码要我顶下他四月一包拢是600万，我家老太，啊我找你钱钱哦，我互你搞哦，我同我这个同小一样的，所以现在拿出来什么怎么来？我上面的。 哦，互相结合，咱才有将来。哦，咱若无，咱无将来。毋通头啊向平啊，尾啊哪大平头啊？哦，伊啊伫道中的时阵，咱来学伊离开道中的时阵，是非一大堆，无用无。哦，所以咱真正，咱自己爱站得起来，一步一脚踏出来。 咱毋是用无咯，就是咱会讲有了文化啦，真正哦有伊价值地，所以哇，去到对我就做好了，当王国明先生，伊真正有影，伊若就先去甲听药，伊就讲先摕转去食，袂使啦，爱先摕钱啦。 伊讲袂要紧啦，食看卖啦，第是病，只要看好，安尼搁摕倒去食，食好较利的，后日人来搭算钱，无要紧。第三病搁摕倒去食，讲哦，安尼好，安尼想好，哦，免安尼钱，哦，安尼安尼免钱啊，哎呀，这有同食得了嘛？伊讲食袂了啦。 是咪？咱一定有好方法来效法，有好方法咱效法啦。哦，人生到这世间有啥货？你家想咧讲，材料出事无半项，生来囡仔有啥货？光溜溜，死相信嘛空空，死有啥难懂？你是啥咱就是，阮一个结果。哦，伊一个孙仔，第二天。 自杀死，伊讲要转去甲去甲看卖啊咧，啊转来到阮西庄到阮遐个东庄大城口，啊到西庄，伊就安心肌梗塞无啦死。阮有讲着讲，这拢无甲开，无甲开发点钱哦，哦茶就甲穿较好咯，啊衫裤就甲穿较好咯，啊地方水地理就甲看较好咯，哦是袂歹，哦啊搁去签起来，迄区茶伊嘛要举起。 哦，迄衫裤嘛无
嘛要大起，有哪像叶骨头，迄三头拢伫啊。之外，咱亲手咱配合这实际情况。我去阮时代啊，去阮阿嬷的风水来咱摇线头。哦，阮阿嬷是无啦，像叶骨头呢，因为伊都死70几年啊，啊，阮时代人有啦，像迄三块地啊，无啦，伊无大，所以咱来了解，拢无死气相救嘛。咱在世间那边嘛，死去一切拢白白，所以看咱袂。哦，所以人讲一句话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虑。孔子讲的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虑。伊若人有远虑呢，必有近虑。你若甲小讲呢，有啥人烦恼？无啥人烦恼。我讲这话，你就记紧听。哦，好来，即摆过来讲主讲第四集。主讲文化是要有主嘛，逆气啊，和气啊，因为主讲啊，学了这个公约条，啊，学了人条，啊，学了主见，所以主讲呢，就讲是比较有样子。要我呢，哦对，我是真天的，主讲呢，你主讲足够的，打得足好，啊好讲话，啊好做生意，啊好趁钱，啊好思想，哦，主讲迄个有一日呢，主路甲主讲，甲空甲啊做工业，空做工业，讲你后日要做啥？哦，这个啊做主路就是讲，原期嘛已经有朋友用白字啊，伊就来讲啊，我的车较买，我的衫裤较啥好用，大家讲过用了袂要紧。主讲呢，我唔做讲，主讲伊讲伊讲啊，伊就讲咱我这衫讲啊，哦，主讲伊讲伊所有的哦，拢会当做，今年呢，伊讲啊，原无先有死了，你写这今年有无啊？哦，啊，所以孔子嘛，足学了主讲的啊，啊，所以主讲呢，伫遮人拢学了因。啊，到底我毋知啥物结果，老师你唔搞评讲啊？哦，老师在讲，是啊，哦，力气啊，讲你是成一个足有用的器具，哦，伊讲和气啊，主讲讲，我倒是啥物器具啊？哦，主啊，学练的，你是上上上条的学，啊上条的练。是人地伫迄内锅内面，到大肠内面迄两项器具，拄着大节点就会晓做啊用。哦，所以孔子就读学了主讲，伊嘛事实是安尼。尾啊，孔子在周列国在大开钱拢主讲咧做，主讲咧做，所以主讲呢，不但讲不出，讲讲话。啊，灭国足有名，有一日呢，齐国要来讲啊，做这个陆皇。啊，那么这个孔子呢，就想讲伊要出来，无出来替国家做代志袂使。那么伊学生就甲因老师讲，你袂使出来，你这话搁出去，互阮出来。孔子就无落用。拢无出，啊，主讲也尾来出来，就甲老师讲，老师要出来，因老师就讲好，主讲出来，主讲出来生一念，将这个战争来变成来，鲁国将它控制，你看厉害无？那么孔子呢，嘛甲上主讲有法度尔，因别人拢无法度，机会咱来了解，咱来修。做
做到互咱的前言者互咱肯定，安尼呢，咱就得对了。这种的种子，控制平衡主讲是可贵有用的人才，是毋？本章是主讲向控制清文主义为例，以求正业。要互主讲是要互控制来讲，到底我今日是物境？我不足的所在是对呀，我当进步啊。控制则只用这个器皿来做比例主讲，是一个有用之人才啊。控制呢是就这个器皿。去付这个家具，这个保温来比例主讲是一个有用的人才。所谓逆体啊，只是该清凉之术啊，没有该变用之变异之意思，是该学了尔，不是咧该变。因为孔子曾经讲，文主不器，文主袂使成一个器具啊。永远的偏地者，为孔子问孔子，需要何事将见？孔子啊，需要答与将见有。为孔子呢，问孔子讲，是话这个主讲呢，会出来咱出来做官无？孔子讲，你要叫做什么伊就我讲，伊答个足通达，有将见无有？这个将见有啥困难呢？所谓答，就是讲主讲通达真正事理，所以可使将见，真像宗庙贵重的火炼有意见，孔子为什么免？孔子讲君主不器，主张一个君主呢，不要上一个器皿一样，只是无一种的用途。而本章教育起来称赞主讲。以为矛盾吗？这两种爱分开来来看，不去是君主自我进修的目标，不去会使讲，我干那会晓讲道理，我干那会晓做会当做上下礼尔，袂使。咱爱道理也晓讲，经典也晓讲，上下礼也晓做，三宝也晓讲。做人才实验一定爱，实验物件，希望学校应该爱做，人拢爱做。我若人无闲，我嘛会当来兼煮菜、炒菜、洗菜。莫讲我袂晓煮啦，一定爱学，因为平时要欠些工课，咱毋知，欠些烧菜毋知，所以咱一定要学堂的，嘛会晓炒菜，嘛会晓煮饭。要洗菜，咱来kend道就对啦。那么咱kend道呢，嘛是爱学堂的，还要讲三宝，还要做上下礼，会晓讲道理，嘛会晓讲经典。咱唔通干讲经典我会讲了袂，还是道理我会晓讲来讲经典我袂晓讲。人是学出来，咱来了解人是学出来。不是上出世的原因，人学出来。所以不去是君主自我进修的目标，要复学学问。咱是课中爱复学学问，不要局限家己，人家己限制咱家己。阮教育器皿来比例主讲，是就国家社会的出人才。中央人才方面来讲，所以袂使犯错。主讲是一个高贵重的一项器具，的一项人才。高要去对列国，要出列国，出去评论伊法度，要去安排国家的代志伊法度。伊若要开钱伊有法度。伊要出去讲话，伊有法度，所以咱来学做主讲来。所以主讲，孔子本来咱会归孔了后，
也袂选择主。成主的时阵，将道有的搁传往主公。但是主公是话较迄个才华，内有够境界，所以讲主有时带主公讲事啊，恁以有道学为志，主公言了为主啊，为啊有一关志，主公了解因。因为伊都毋知老师在讲一力关志是讲哪话啊，所以啊，伊是袂。道学爱研究，外公爱追求，爱道学内省甲外王爱兼备，咱才有法度先者无先贤嘛当先贤，无先贤嘛当先君主。因为这是咱的目标，咱嘛应该来做。咱毋免讲咱的确要要领命啊，要啥物下拢无路用，下拢无用。若毋是讲人先人接到指定你安尼做，咱毋通去做错。咱中央有一个精神。去3大领域，以3大领域。3大咧，拢属运动的主宰。属运动有这个，属运动调我做个，有这个。因遐无人会使方便互伊。我才会感觉讲个厉害。我讲，下人袂歹啦，伊会晓做嘛。但是无足是，有迄个欠点的所在，你慢慢去甲处理。就所以就方便。有一日，伊就要来叫我去参观，就来过来做甲第三做来跟我讲，无啦，来，我请新总司长或者苏总司长奉命互你，讲首先，迄名我，迄名我若要来自走我就去啊。苏运动来甲我讨人情，讨甲我无法度，咪无要紧，你要叫我去斗做干袂要紧，要叫我领名，我就干。伊讲我袂使，我讲我袂使去啊。阮着人领名，我过来你遮领名，敢毋讲阮两个着人竞赛，毋知这安怎样？一个人走出，所以我袂歹。伊讲你毋着去互恁着人犯掉的，我讲，毋是去犯掉啦，是真正义理上袂使咧做起来。这个就是伊咧家己报，甲我报，我讲毋免甲我报。我讲你要领名是我甲你报的，是我甲你报的。无我甲你报，你是袂当领名呢？你讲是安怎讲？我讲就这属使命来问我，伊我讲会使，等到方面互你咧，就是安尼哦。我讲是啊，毋是安你会当领名哦。我甲讲，你的不足，你家己会检讨。你不足所在，你家己会检讨。王和明先生，伊个心开偌济钱，你含钱拢无钱，还可以几箍互你含啥？点啊，你着做对伊做袂当过，所以係真诶，咱爱知因爱报果。来，讲第5节。我有也情不灵，主言用灵，以人以好的，以前有人不对其咧讲用脚，用脚咧讲话无足好
啊，孔子讲唔免老讲，有仁者有仁上重要，唔免老讲话。孔子讲，言用利，义行一过。听人讲话就要讲小济，哦，到位。礼节有礼，颠倒互人怨叹，不低其哦，有仁上重要，言用利。孔子辩论有仁的人，不用下重口才。中中在孔子地主中，勿蛮焉，勿宾之天，勿焉不平。哦，当在德行当中，德行难容易之天，将必有中中。所以中中呢，伫道德排第4名，可以人面称君。你看，颜如主的德行。所以，上有行必贤人，言必恶人，典型人物。但同时呢，忠上口才、处事的风气下，风气下，有人为民。伊虽然有仁德，但是无口才。孔子看法无相像啊，因为在他所作分辨当中，用道说到言用义，可见孔子的用意是在清澈他辩中，没有什么可贵，因为无口才并不妨害真德。相反，如果不过是非可一比一口才，随意的口才加控制啊，这个结论最得知人不长之考，而不能同人之心。所谓理经无学，人之足行万里，可见独处的言者别精，也是众人共好。所以孔子的话不单是用里面，有了第其人的一句话点到中的心上，一无得失都可以说是并且写入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不是讲话重要，爱有仁德重要。而咱今日生活道无仁德，绝对袂去顺别人来对咱尊敬。咱不是爱人尊敬，就是爱实实在在，真正有仁德，咱的价值走出来，先天甲后天的价值走出来。之外，透过咱的学，慢慢来去甲了解。所以讲圣人呢，咱讲甲足详细，在讲呢，袂使讲对头门讲落到骹底。咱爱慢慢来慢慢听，爱慢慢来做，互咱的人生真正有价值。咱无枉费老爸、老母生咱老爸培养啦，咱的因果师因来求道，咱的前人者安排咱的单机，互咱来研究，安尼咱的人生才有价值。你若无呢，咱的人生的价值管理最重要。毋是做我趁钱，甲人生有价值呢？你甲看，遐我趁钱的人钱抑搁伫底，伊迄钱进伫底，